红球计划第10天，伫台南大南门城，民众拢把握最后的机会来到现场互动。当中，台南社区大学的学员嘛以油菜花的方式，向大家展示特别追求过程。那我们用我们的时间、跟我们的绘画、跟我们的精神，为台南留下了一些不一样的回忆。随着展出的时间结束，艺术家把红球拖出去城外消防线线装修，民众纷纷对红球 say goodbye。对着伫台南举办，波斯克认为相当成功，嘛希望会当再次回来台湾。It's been very successful project. The audience has been really unprecedented here, so I feel very good about it. No, it's been fantastic to be here, and it's been great to see the reception for the project here. I really enjoyed it, and I feel like Taiwan has really embraced what Red Ball is about. 红球行过台南的在所在，吸引将近10万人来拍卡翕相。虽然伫生活发生球破去的意外，不过有缘带领民众重新认识台南的古迹巷弄和人文风景。市民朋友们他可能去了比如台南公园或者大南门，其实是他很久没有在去的地方那这么长时间，我们可以引发本来对这些历史街区古迹没有这么经常性的造访的朋友，可以再度到这个地方。其实是这个行动我们当初在规划的时候的一个想法。红球每天充气甲消防，就亲像是日常生活。期待未来历史环境会当甲艺术继续互动，互台南有无同款的18年。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